藥業界喺科研領域一直係全球最大嘅投資者之一。藥物研發成本高，風險高。以2023年為例，一隻藥物有研發到獲批上市，平均需要23億美元。每1萬項藥物研究當中，只有1項可以成功推出市面。不過，科研製藥嘅貢獻係無可取代。但係1990年至到2015年期間，創新藥物就大幅降低咗疾病導致嘅死亡率。藥業界會繼續同大學、科研機構、政府同病人組織等緊密合作，推動研發新藥，同時透過持續嘅臨床研究同醫療大數據分析，改善現有嘅藥物，為病人帶嚟新希望。我哋覺得其實可以同藥廠去合作，產生一啲新嘅藥物或者係新嘅治療方法嘅時候咧，我哋會主動去揾藥廠傾嘅。同樣地咧，藥廠亦都會主動嚟揾我哋傾，話佢哋有呢一個嘅問題，問我哋喺大學裏邊可以用咩方法去幫助佢哋。我哋香港咧又有其中嘅特色嘅，就係我哋嘅大數據啦。譬如我哋嘅藥廠咧，佢哋好想知道一啲舊式嘅薄血丸咧產生嘅副作用係點樣樣，同埋佢哋想知道究竟啲病人咧係邊一啲嘅例子咧係特別機會有副作用。咁我哋就幫佢哋咧就寫咗一個嘅研究報告出嚟，然之後咧我哋就利用香港嘅大數據咧睇翻，真係俾我哋見得到咧，其實某類型嘅病人咧用舊式嘅薄血丸咧係會有多啲嘅副作用，咁而有其他嘅病人咧係適合用新式嘅薄血丸。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醫生啦同埋病人咧都可以作一個選擇，去揀一啲對佢哋更加合適嘅藥物。用呢啲嘅大數據嘅時候咧，我哋睇到啲藥物嘅反應係點樣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幫助藥廠去決定咧喺未來嘅日子裏邊點樣去到再繼續研發其他嘅藥物，將一啲我哋而家未必醫得最好嘅疾病咧，就產生一啲新嘅藥物去幫助佢哋。我哋其實想嘅唔係淨係話做研發咁簡單咯，就係我哋可以研發咗出嚟嘅藥物啦，或者治療嘅方法咧，係真係使到病人得益。